安装台语信望爱输入法。即马请大家伫即个 Google 遮拍台语信望爱，拍了后咧，麻烦恁找即个搜寻，搜寻了伊会跳出诚济即个选项，你麻烦恁点信望爱台语客语输入法。点入去了后，遮有一个版本3.10版的吼。遮有啥物32位元软体64个吼，要安怎看讲你的电脑是32还是64？麻烦恁开恁家己本身的电脑，比如讲你的电脑是伫即个电脑是电脑的右键，是内容，你就会当看到伊即个系统的类型。伫咧遮，伊是64位元作业系统，这个电脑是64位元作业系统。来确定了后呢，麻烦恁来点即个64，伊点了。譬如讲你是电脑是32，你就点32。来，伊叫你走吼。伫资料夹内底甲拍开吼，就伫遮，你嘛是共款点两个，你甲一屏吼，一屏了后，就开始安装吼。因为伊知影我的电脑顶头已经有安装即个软体啊，所以伊问看我是要修复还是要移除。我譬如讲，因为我已经安装好势啊，恁就照安尼后一步，安尼，拢会使吼。安尼甲取消。来，即摆取消了后呢，恁阁麻烦开一个 Word 档吼。伫 Word 档，来，咱伫即个输入法遮一定有阁加出来一个台语信望